南投县政府是来提出着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严格来规定三肉精一定要零检出，违反规定者相当要罚款10万块。这个草案已经三读过关，而且无要送中央来核定，元旦南投县就要直接来实施。如果无意见，本席宣布卫生事务完成三读。南投县议会三读通过县政府提出的南投县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其中有关有三肉精之外莱克多巴胺一型受体素，严格规定袂当检验出来，强调爱维护民众健康。检验还有瘦肉精的成分呢，我们就是一律开罚10万块哦。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立即来执行。我们也不想报道啊，这个卫生福利部哈。除了袂当检验出三肉精，各种小中等等因食之肉，嘛拢要严格监督。林明正讲，南投地方自治法比中央食安法更加严，认为家己无违法，当然嘛拢真支持。既然知道这个是问题的症结，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支持这一些？还会担心说进口之后会影响吗？不会，因为我们都有来源证明。草案通过，无送中央核定，中央嘛无明确的讲法。南投、台中市嘛，从明年元旦开始，若是发现学校中昼等业者有用来滴，就直接甲解约。美国伫特别进口啊，各县市批拢变甲真严，准备来应战。